中国和东突厥斯坦的专家阿德利安曾自说，根据调查泄露的中国官方文件，他估计有180万东突厥斯坦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中。他在推特上发文表示，游戏结束，如今不断发生的新泄露证明了以职业培训为幌子的残酷新疆拘留运动。带有数千个名字的政府电子表格显示出，实习人员所占的比例高达27%。我的新估算180万。一个著名的 YouTube 频道发布了一段关于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镇压政策的视频。东突厥斯坦新时代运动主席阿卜杜萨拉姆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一些朋友仅因阅读《古兰经》而被判处长期监禁。”一个名为自听的 YouTube 账户发表了关于东突厥斯坦的一个视频。阿卜杜萨拉姆在视频中联合自己的经历介绍了中国的镇压。当被问到为什么东突厥斯坦人遭到中国的迫害，而中国人想要您做什么，他回答说：“中国希望东突厥斯坦人放弃他们的身份和信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敦促中国维持一个自由的香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关义伟表示，安倍首相说，在一国两制下，自由开放的香港保持繁荣很重要。香港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安倍晋三是星期一在官邸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谈时做出以上表示的。中国环球时报周一称，中国与美国非常接近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驳斥其他媒体的负面报道。环球时报引述接近中国政府的专家说法称，中国仍致力于在平等基础上与美国继续展开第二阶段甚至第三阶段贸易协议的谈判。路透社上周引述贸易专家和接近美国政府的知情人士透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要等到明年才能搞定，因为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在首都安卡拉试飞 F-16战斗机，该战斗机使用的是俄罗斯制造的 S-400导弹系统。安卡拉省长办公室星期天宣布，会在今天对 F-16战斗机进行低空和高空试飞，周二则会对其防空系统进行测试。当地主要媒体都报道，这一系列的试飞主要是测试 S-400的雷达系统。美国及北约国家多次警告土耳其， S-400与 F-35战机不可兼容，称这一俄制防空系统的雷达可能掌握如何定位并追踪 F-35战机，导致后者难以躲避俄方武器的攻击。德国一博物馆发生盗窃案，被盗古董价值近10亿欧元。本周一凌晨，德国德累斯顿王宫博物馆绿顶珍宝馆的历史收藏品失窃。据媒体报道，盗贼事先截断了博物馆的供电。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的著名博物馆绿顶珍宝馆被盗，其中价值连城的历史收藏品也遭殃。目前还不清楚具体损失数额。目前德国警方只是证实发生了盗窃，但具体细节还在调查之中。